各位街坊網過嚟，今日我哋睇嘅呢個券咧，只需要2個月首期，月供2000零蚊，你就攞到呢套精裝嘅3房單位啦。而且小區樓下有冇見到啊？有埋業主樓巴㗎，每日可以返香港嘅荃灣啦同埋太子嘅。即係小區樓下有埋超市啦，包括醫院啦、小學、中學啦，以及一條商業街。事不宜遲，即刻同你上去望望單位先。就係呢套950尺嘅3房單位，咁我哋一齊嚟望一望。門口嘅呢個位置可以做個鞋櫃嘅，咁我哋一齊入翻嚟望望啦。咁呢邊咧，廚房呢度做咗個 E 字嘅廚房，廚房3件套都係有埋間。咁呢度預留埋咗個櫥櫃位嘅。咁啊呢邊餐廳位置擺個4到6人餐位都 OK 嘅。睇翻個客廳啦，客廳開間咧係3.5米嘅，咁客廳連接翻個露台，露台望出去，哇，一片嘅江景單位啊！咁我哋而家入翻去休息區望望。休息區嘅呢個位置係做咗個乾濕分離嘅洗手間嘅，隔離係第1間房，對面咧係第2間房，呢間房都係望江景嘅。最後呢度就係主人房啦，主人房都係望個江景嘅。主人房呢個飄窗位置係贈送俾你嘅。呢套屋苑首期2個月，月供2000零蚊，total 得70零蚊，你就攞低呢套精裝嘅3房單位啦。有埋業主樓巴，返香港嘅荃灣同埋太子，返人工島都係3分鐘咋。有興趣嘅朋友仔，評論區留言攞資料啦。